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7日，以弗所书5章9节到10节安尼讲：光明所结的果子，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、甲真理，就查出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结好的果子，搁查出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向你献上愿敬畏甲感谢。主啊！因为你牵得一切的尊重，你是光甲活命的源头，你的旨意满有良善，你的道路公义正直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无比的疼痛，搁将丰盛的恩典临到伫阮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伫每日的行动，通结出良善的果子，伫面对不公不义的时，有缘持守属主你的公义，伫诡诈多变的世界中，活出诚实甲真实的活命。主啊，因为光明所结的果子，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，这拢是你所欢喜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